好来，乡亲啊，先来看这是雪山隧道内底七彩灯。这计若休困，也则是连假一定会大塞车的这个雪山隧道，高工局体贴着驾驶人，讲伫中秋连假的第2天甲第3天下晡的2点甲9点，要伫个就北高升在的路段，拍拄则看到迄种七彩灯，要透过磅空内底七彩的光影，帮助驾驶来提神。结果讲民众的接受度无悬，讲今仔目睭未适应。医生嘛来吐槽，讲这个灯光快速来切换，会来刺激到阳型患者的大脑。无正常来放电，这个病会压起来，颠倒会引发到危险驾驶。特别个连假，国道5号雪山磅空地大塞车，甚至一塞就是塞超过3点钟，就惊驾驶驶甲真险。高工局来祭出新招。黄色、橘色、蓝色、5花10色，你无看唔到，为了互驾驶提神，高工局计划会伫咧10号、11号连假，上北高升在路段、雪山磅空内底，拢会超七彩电火，专长超100公尺，轮流千换光线，就是希望驾驶会当愈驶愈有精神。如果它变换得太快，我们可能会眼睛会突然有点适应不过来，没办法注意到前方的车辆。雪隧那么长，我觉得用七彩的好像不理想。为什么？它毕竟是道路吧，它是有速度的。民众嘛感觉无妥当，不过有医师烦恼的是，这可能互阳型患者驶甲出车祸，因为阳型患者看到电火熄的，颠倒会互大脑无正常放电，安尼阳型就开夹起来。那是一种诱发因素啊。我们呢一般在做脑电图检查，也有那个散光测试。就是说测试它有没有潜在的那个癫痫的那个异常电波的那个出现呢？就是只有会使用那个单色的部分。高工局接到投诉了后，决定先把七彩电火提掉，不过单色部分照用。雪山磅空电火起办一开就是900万，今晚特别上路的七彩电火佮发动起来。希望高工局讲尊重民间的意见，随时拢会当改，不过冇民众们讨这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